白即係白色，或者日頭嘅時間，白晝。呢個字係拍，用手去拍打一啲嘢，例如拍球，亦都會係拍照。呢個字讀撲，通常係指湖泊，但亦都會讀泊，停泊，代表船或者車停靠嘅意思。而呢個字係怕，代表好驚、恐懼嘅情緒，例如害怕，一啲會令人覺得害怕嘅嘢，可怕。